位于安南区公园里内唯一的排水路，因为已经成为继承道路，不过牵涉百外地主对着敢是爱开辟道路意见无同，加上敢若征收费用大概2000多万，所以一直拢无下落。技术议员李忠诚表示，伊对108年接受地方知情，烦恼当地落雨饮水威胁生命财产安全，得希望市府重视积极处理。公所要替阮去清这个沟渠，因为收到这个存证信函，公所讲我会胆怯，我会害怕，我惊我万一若叫怪手你去内底清，你去内底用，造成麻烦甲困扰的时阵，啥物人要去担这个责任？那市长到底要不要去做啊？你有要去做无啦？这有到底是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啊？我们要想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。面对的方式，第一个就把它再去跟他劝说；第二个就是不劝说不行就征收，要不然就是我们做这个路底下的箱海。重点是现在没有办法，我要尊重专业啊，这是一个基层道路了。对啊，我问题是它现在是一个基础道路，因为以马基有兰，好，我们市府公共使用已经是变成既有道路了。重点是这一条路是没有征收的，这一条路是得住现在刚才这次会看有几个提到嘛，就目前大概都也在办这个。但是都发局的这边，然后他把它纳入这个市地重划的范围。那问题是这个时程要多久？你也爱2档，爱3档，爱4档。现在说，假如地主可以同意说我们先施作的话，这个当然。重点是没有办法啊，这个土地里面将近快100个地主，没有人去掐。目前没有办法。那时候努力了1年，先把排水不到一半的。现在在意的是排水了。对啊，我的意思对啊，问题是你现在地主不愿意给你施作嘛，就所以一定要征收嘛，所以我们才会上次才会提到说，是不是要开辟这一条道路，让市府征收，然后去做这个侧沟的一个部分。另外，议员嘛关心安南平边中和路二段12项拓宽以后的禁停管制，建议该路段爱画设红线议案。对此，市长表示，市府会积极处理民众的通行甲停车，加强甲地方沟通，透过档案汇报来好好规划管制。当然，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。